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phanie。今日咧就嚟到大坑，咁同大家咧睇一個612尺兩房兩個洗手間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有一個好靚嘅維港景，係屬於一個好高層嘅單位啦。咁大坑咧係我自己一個好中意嘅地方啦，因為呢度咧就係旺中大正，好近銅鑼灣，行去著名嘅百貨公司咧都係15分鐘之內嘅路程啦。咁亦都好近天后地鐵站。咁我哋而家上去睇樓啦。入到嚟單位咧，我哋見到呢間屋保養十分之良好啦。咁業主都係保留咗發展商原先嘅木地板。咁而客廳咧連接一個露台，望出去咧係一個好闊、好靚嘅維港景，仲望到維多利亞公園嘅景。我哋而家睇下廚房先。咁廚房咧都係保留翻發展商原有嘅白色櫥櫃，咁同埋配備咗歐洲名牌嘅電器啦，有電磁爐啊、酒櫃、洗衣機同埋一個雪櫃。而家先睇一間細嘅睡房，咁佢嘅間隔都係好四四正正嘅，個景觀咧仲望到政府大球場。客廁咧係一個企缸嘅設計，咁同埋保留翻發展商原有嘅雲石紋嘅瓷磚地磚，十分之光潔明亮。主人套房嘅間隔都係好四正，有一個大嘅窗望到政府大球場，仲有一個小露台。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十分之闊落啦，咁佢同客廁一樣，都係用翻雲石紋嘅地磚同埋瓷磚，咁但係咧佢有隻窗，所以咧係好通風。呢個單位咧就位於好高層嘅，咁所以見到個維港景咧好靚。咁如果黃昏上嚟睇呢個單位咧，仲靚個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歡迎你隨時打電話俾我，我係 Stephanie，拜拜。